记号，你是信耶稣的人。你看到迄个记号的时阵，你来到礼拜堂的中间，看到讲台后壁这个记号的时阵，你感觉这个甲你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你有啥物款的想法了？但姊妹无需要甲咱讲，你若是信耶稣基督的，当你看到这个记号的时阵，你敢若有两种的想法。你若是一个真正基督徒，你看到这个记号，你敢若两种的观点，甲两种的想法。第一，你敢若信嘅是你的见识；第二，信嘅是你的荣耀。你敢若有这两种通选择，你若是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的时阵，若毋是信嘅是你的见识，就是信嘅是你的荣耀。你无通选择。人讲啊，信嘅我来看，我线就无感动，我嘛无感觉伊是见识，我嘛无感觉伊是荣耀。一个无信耶稣的人，伊会当讲，信嘅对伊来讲，伊是无感觉。早期的遐个无信耶稣的人，看到信嘅，伊感觉信嘅是一种见识的记号。总是咱要三个来想，教会中间是安怎厝顶的顶面来放一个信嘅这种的记号。绘本的圣经对旧约甲新约，绘本的圣经。讲到尾有一个福音信仰的一个中心点，就是咧讲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就是咱的信仰的全盘上界要紧的中心。所以礼拜堂的厝顶、礼拜堂内面一定都是有这种的记号。但是姊妹，到底这个是物件，敢有影要紧？甲互圣经的中间，无论伫旧约开始讲，也伫新约中间，拢会讲到伊。这个耶稣基督伫是物件顶，即种的技术，啥事会做成这件事？但是因为你有想到一件代志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进程，将人创造了时，你人类本来是真荣耀的，哦，人类是真荣耀的，上帝创造了，人类是真好。是讲迄个时阵的人无穿衫。绝对是上帝的手中，这是一个真完美的作品，非常的水，充满真正荣耀，甲其他的动物比起来，总是圣经伫罗马书的第3章23节咧讲起，后来人类的境况怎样？罗马书的3章23节安尼讲着人的情景，讲因为世间人拢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世间人拢犯罪。亏欠了上帝荣耀。罗马书3章23节，台语的圣经安尼讲，讲上帝荣光得无着，咱足谦卑对不对？哦，咱台语水就水伫这个所在，上帝荣光得无着，世间人犯罪，上帝荣光得无着。所以叫做上帝荣光得无着，就是上帝应该有的荣光啦，无伫你的身上啦，无伫人的身上啦。上帝荣耀啦，离开人啊，因人犯罪。啊，你创造人的心是真荣耀的，真荣光的，总是罪啦。罪袂甲使甲荣耀做伙，因袂使做伙。所以上帝荣耀用伫荣光啦，人就得无着。伊荣耀人的荣耀嘛，已经离开去了。上帝无将这个物件放伫人的身上，所以咱主爱听这上帝真不忍心。我所创造的人类。已经得无着我的迄个荣耀，啊要安怎？上帝就搁想一个真好的弥补方法，互人莫活伫这种的惨境的中间，一直活伫迄个罪内面。所以上帝就开始想思考，要安怎做一个奇妙安排。然后这个奇妙安排超出咱都会当想象的，就是今仔日咱咧讲的，就是耶稣的世界里。那即摆你讲啊，这世界是一个真无好的记号嘛？对古罗马时代来讲，迄是一个做歹、罪恶、杀人，迄是无可赦免的人，才会当用这种刑罚的功夫啊，甲伊定互死。迄是非常大的罪人。伫古罗马的世界是安尼说，所以是安怎上帝安排迄个耶稣基督的事物去，甲这种的代志放做伙？古早的人若想到是物件，迄是一个咒诅。古早的人若想到是物件，你有亲人伫是物件，迄是唔好讲，唔爱搁提起啊！迄是一件见笑的事，因为你的亲人是做遮尔歹、不可赦免的，所以爱互顶伫是物件顶，迄是爱人受证人咒诅。
总是上帝安排伊个独生圣囝耶稣，竟然甲即款个代志，遮尔歹爱互受咒诅的去做伙。但是你敢有想讲，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事？啥事上帝做即种安排？因为咱要伫今早起中间来思考的是，迄个耶稣基督的是物件，甲其他的是物件是无共款。耶稣的是物件是因为伊无罪，要来替咱担当有罪。圣经伫彼得前书讲，伊无犯罪，嘴无诡诈。圣经要描写耶稣是无犯罪。总是呢，啥个耶稣爱伫迄个顶面，是因为遐个拒绝耶稣做上帝囝遐个人，迄群人啊啦。感觉这个耶稣是袂使安尼做。耶稣讲伊是上帝囝，真好当。哪有人敢讲耶稣家己讲伊是上帝囝？所以拒绝耶稣做上帝囝即群人啊，控告耶稣，然后想办法，互耶稣来定伫十字架。总是无拍算讲耶稣的十字架，会改变真侪，改变生命本质一个工具，改变咱今仔日生命即种工具。啊，改变，你敢有想过？圣经伫彼得前书的第2章的24节，安尼圣经安尼描写，圣经安尼讲，讲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伫伊的身躯，互咱用罪迄面死的人，会用即面来活，对伊的伤痕仍得到医好。彼得前书2章的24节一句，圣经在咧甲咱讲起两项代志。一件代志就是讲，咱已经伫死的迄面啊，会当重新面对上帝来活；伫罪性的顶面会当活面上帝面头前。另外一种是咱有伤痕，咱有伤痕，无论是罪互你的伤痕，还是人互你的伤痕，你的伤痕会当得到咱的注意力改变。彼得前书2章咧甲咱讲起，因为基督伫十字架顶会当带予咱一种真大的改变。迄毋是人会当改变的呢，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会当做改变。好，咱讲安尼，迄个是物件，甲咱的生命做即种的转化，吼，今仔日人真侪人爱用即个名词，转化，甲伊换过，通盘拢甲伊换过，改变的迄个意思。上帝爱付出代价啊，就是耶稣爱伫十字架顶，耶稣伊的性命爱留保卫啊，打破伊家己伫迄个顶面，这是代价。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的20节说安尼讲，讲迄是用重的价钱买来，重的价钱买来，所以你就伫恁的身躯来应跟上帝，身躯来应跟上帝。OK，咱搁等于到真正甲大家讲，原底咱人古早。